真係太振奮啦！牙齒甩咗，竟然自己仲能夠生翻出嚟。我國中科院院士黃松齡團隊經過近20年嘅努力，研發出牙髓間充質幹細胞注射液，只要喺牙齦上邊打一針，就能夠讓牙槽骨重新生翻出嚟。咁就意味住未來再亦都唔使種牙戴假牙啦，只要打一針植入支架，牙齦就能夠自己生翻出嚟。老年人、牙周炎患者、長期戴假牙嘅人群，可能都會將重新擁有屬於自己嘅原裝牙。呢個唔係科幻片，已經有患者試過啦。59歲嘅黃阿姨本來牙齒都快甩晒啦，醫生喺佢嘅牙齦打入一種牙髓幹細胞注射劑，唔單止牙齦出血情況消失咗，半年之後佢嘅牙槽骨竟然長出咗2毫米嘅新骨，原本要掹咗嘅牙竟然起死回生。目前新藥已經進入到第2期嘅臨床試驗，距離我哋又近咗一步。話唔埋幾年之後，我哋去補牙就好似打疫苗咁簡單。呢項技術嘅應用唔單止為無數嘅患者帶嚟咗希望，更標誌住我國喺再生醫學領域裏邊邁出咗重要嘅一步，必須俾我哋科研團隊點個大大嘅讚。